经济部预告要修正中国汽车买卖定型化的契约，修正了后，代表讲未来中古车商伫交车了后，车若是阁有状况，嘛是爱负责，这引起车商正大的反弹。车商是认为讲未来买卖纠纷一定会变多，所以这个法规应该爱调整哦。商业署是表示讲，会阁来征询各界意见，才阁来开会讨论。路边摆几排中古车，长等人来买。经济部这个月24预告修正中古车买卖定型化的契约，内容精定袂当记载排除或者是限制交车的时阵，无法度发现的问题担保责任。也就是买卖完成了后，车若是有问题，可能要是爱由中古车的车商来负责。我们跟客人买的时候也是以现况，我们只能保证这车有没有事故，有没有泡水，然后引擎、变速箱有没有正常，但是它能撑多久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它毕竟是机械的东西。像这些中古车，有的时候都5年到10年了。这个车子的性能有没有出过事情的？按这个车商有没有这个负责任？他维修好，不要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消费者。经济部商业署回应讲，这个月24预告，第60天会征询甲收集各界的意见，嘛会召开相关机关甲专家学者的草案经常会议来讨论。也若针对各类型定型化契约条款的审查，行政院消保处嘛有一套标准。只要是任何的定型化契约条款，都一定要符合，不能够将这个风险借由条款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承担，或者是呢借由条款的方式让我们的消费者负担更不利益的情形。有中古车的车商认为讲，安尼可能会冲击到成本，类似车商的市场大景的是无解着，世间的恐惊都爱关门的情形。消保处副处长陈成宏说明讲，任何消费型定型化契约的条款，拢爱符合双方平等互惠的原则。内容内底较有争议的问题担保相关的责任，民法甲消保法拢有明确规定。希望经济部会当好好甲外界协调甲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